上一集分享咗4個常見嘅路煞，今集會分享埋餘下嘅4種。咁有一啲我哋會經常聽到，譬如係鉸剪煞，有一啲咧就會比較少聽人提及嘅，咁所以好多時候都會俾人忽略咗。咁如果冇睇過第一集嘅朋友，記得睇返上集啦，睇下你嘅屋企會唔會都望到所講嘅一共8種路煞。歡迎收睇餘生篇。開始之前，大家留意返，咁同上集一樣啦。今集講嘅風水係對家居住屋嘅壞影響。如果係非住屋，譬如係商鋪、寫字樓，就未必會受到呢一啲煞所講嘅壞影響啦。咁大家記得留意返啦。首先講一種大家都可能聽講過，就係鉸剪煞。例如呢一條車路，佢係左右咁樣兩邊分開咗行，形狀咧就好似一把鉸剪打開咗咁，就稱之為鉸剪煞啦。咁如果你屋企嘅大窗口、露台，又或者你嘅門口係對住呢一種路，而且係對正呢一把鉸剪嘅開口之間嘅位置咧，就感覺上好似有一把鉸剪叉住自己間屋咁。咁呢一種煞咧係特別容易引一啲大是非爭拗啦，人與人之間嘅衝突，又或者係健康問題、血光手術開刀等等。又例如呢一張圖，呢一條路喺呢一個位置咁樣分開咗兩邊行，而呢一棟大廈就夾咗喺中間，對正呢一個開叉嘅位置。咁最受影響咧就會係呢一啲低層單位啦。如果高層嘅單位係已經高到唔係好望得到呢一個鉸剪開口嘅位置咧，咁呢一個煞其實對佢嘅影響程度係會大大降低嘅喎。咁鉸剪煞除咗會喺道路出現之外啦，亦都有一啲單位嘅形狀咧，其實都有呢一種煞嘅出現嘅。咁會喺之後講屋型風水嘅影片咧，再同大家詳細介紹返。咁想知道嘅朋友就記得留意住餘生篇啦。第二種要講嘅係斜路。如果你屋企大門口前，又或者大窗口、露台係對正一條斜路係向外斜落嘅，咁不論係向前方斜走，定係向旁邊兩邊咁樣斜走，都係一樣意味住人氣又或者財氣嘅流失。例如呢一種獨立屋，屋嘅門口前方咧有一條斜路向下，咁又或者呢一個屋苑，呢一棟住宅大廈嘅大窗口咧就望住呢一條斜路咧係向外咁樣斜落。呢兩種咧都係意味住，譬如呢一頭揾到錢，嗰頭咧又會喺其他地方破財，又或者會好大使，甚至係投資會有虧損。咁講緊呢一棟大廈咧，最受影響嘅單位咧，一定會係呢一啲低層嘅單位，望到正一正呢條斜路啦。咁同樣地啦，如果高層嘅單位唔太望得到呢條斜路的話咧，咁其實對佢影響咧，亦都係相對較低嘅喎。第三個要講嘅係黑洞。咁好地地間屋點解會望到黑洞呢？講緊嘅就係呢一啲停車場，你見佢個入口好似黑掹掹咁，冇乜光線，咁我哋就係當佢係一個黑洞。咁留意返啦，如果佢個入口係夠光猛、夠光線嘅話咧，咁就唔屬於嘅喎。咁有陣時咧，我哋會見到有一啲小型嘅商場，可能係地底嘅，咁佢個入口有陣時都會好黑，咁嗰一啲咧都係屬於黑洞嘅喎。咁又或者有一啲單位望山嘅，有陣時會見到山咧係會有一啲洞口咁樣。咁如果屋企望到黑洞係代表啲咩咧？黑洞咧就相等於流失，流失咧可能係金錢方面啦，又或者係身體嘅創傷要做手術啦。咁亦都見過有一啲 case 咧係小朋友嘅流失。咁但係講到呢度咧就唔需要太驚慌嘅。如果你屋企真係望到類似呢一種嘅黑洞咧，就可能要揾辦法咧去封咗佢。譬如係用一啲反光玻璃紙，又或者用一啲大葉植物去遮住佢，咁甚至乎咧可以長期落簾。但係落簾的話，咁你個室內單位咧一定係要夠光猛，光線要充足嘅喎。最後一個就係好多時會俾人忽略咗，因為佢睇起上嚟咧好似冇乜特別咁。咁講緊咧就係呢一種掘頭路。譬如呢一張圖，如果你嘅屋企對出，又或者你嘅大窗口係望住一條掘頭路，係代表咩意思呢？掘頭路即係前路不通，冇辦法再前進啦，意味住冇前景，冇辦法再向前進一步。譬如你想賺多啲錢，又或者你想擴充生意咧，會遇到好多阻礙、好多挫折，又或者你嘅事業你想去再一步晉升，又會遇到好多困難。總之係意味住有一啲事情去到一個階段就會停滯咗。唔可以再發展，再向前邁進一步啦。
一連2集嘅影片，總共分享咗8種路煞，唔知大家會唔會有特別想知道嘅風水資訊？希望我之後都會分享返。譬如係屋嘅形狀，或者唔同山嘅形狀係分別代表啲咩呢？又或者望海景係咪一定代表好呢？又或者你住緊嘅地方會唔會有一啲奇怪嘅露營係我呢2集未提及到呢？咁都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咁我會盡量製作一啲風水系列嘅影片。如果你覺得呢一集嘅資訊幫到你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余心軒。我哋下次見。